因為爭擺放宣傳品嘅位置發生肢體衝突，期間有人報警，警方到場了解情況。亦有團體喺新蒲崗票站外面拍攝到有人懷疑抄低一啲長者嘅資料，又有提醒長者點樣投票。選管會主席馮華巡視過票站之後話，大部分投訴係同選舉廣告以及拉票活動有關。被問到候選人同埋助選團可唔可以抄低選民資料，馮華話唔評論個別個案，呼籲各方嚴守選舉法例。因為爭擺放宣傳品嘅位置發生肢體衝突，期間有人報警，警方到場了解情況。選管會主席馮華巡視過票站之後話，大部分投訴係同選舉廣告以及拉票活動有關。被問到候選人同埋助選團可唔可以抄低選民資料，馮華話唔評論個別個案，呼籲各方嚴守選舉法例。